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於2025年4月21號安息主懷，享年88歲。方濟各任職教宗歷時12年，帶領全球大約12億名天主教教徒。教宗在位期間，曾經作出好多大膽革新嘅措施，當中包括同台灣、北京嘅合作關係。雖然一系列嘅大膽革新未獲得一致好評，不過由古至今，作為大領袖都係要有勇氣面對大眾嘅正反聲音嘅。關於教宗嘅事蹟，大家可以喺網上揾到好多資料，而今條片主要想分享教宗嘅奮鬥史。教宗方濟各出生於一個小康之家，父親馬里奧·荷西伯格里奧係一名會計師，母親雷希娜·瑪利亞·西沃里係一位家庭主婦，而方濟各就係家中5個孩子之中嘅長子。根據教宗喺2010年嘅一次訪談，佢嘅父親鼓勵佢喺13歲嘅時候揾一份工作，並且安排佢喺一間製物工廠做清潔工。幾年後，佢喺羅馬嘅教堂演講中透露，除咗掃地之外，佢仲喺夜總會做過保鏢，亦都喺一間食品加工廠工作過。可見教宗年輕嘅時候都係喺社會嘅基層工作開始做起，其後一步一腳印，逐步成為天主教教徒之中嘅最高領袖。然而，大家知唔知道教宗憑藉住點樣嘅心態同思維先可以獲得佢呢一生嘅成就呢？歡迎留言話我知。關注我，學兵法，百人爆數。